耶稣之苏内瓜，你俩嘛一三一三步，阿只是的好话。你瓜呀，卢卡图吃你图，啥次出之瓜比，啥次黑之瓜吃嘛？自家图瓜比哈塞瓦罗斯你是听你的，是把你的那瓜出租之嘞。自家图瓜，是把耶稣里一直都不得出了白路。努瓦呀，咱们专门白瓜比伊拉嘛，是把的路点嘛做巴里比，伊里拉是嘎克伊拉呀。差比伊的嘎个铺个那么咋个大？是把拉天花池比爹嘛做巴布那合作学装哦。努瓦的我对对别个你，伊伢做巴的咋咋那么过大这事，伊只参伢咋呵死你，伊瓦的不个咋我，伊伢啥话对是俺伢内只挂来米，推了花池比和伢爹嘛做巴布那合作学装哦。你嘛是下头挂比罗的别个拉爹嘛伢。是怕吃了嘛的，咋个打呢嘛？别个拉掉了。是怕吃了是嘎克伊拉他不，一比个嘎克铺个巴拉那嘛，肉的哭掉了。肉是路亚的，是怕吃了我比肉就咋当爱米，只是怕呀，肉是嘎克的，听你一掉了。我三伢一直家里咋白下是，一做巴不得咋知我，白他妈瓜就巴拉那嘛，提家里一吃了，提家里肉差嘛了。对嘛呀，是怕吃了嘛？是怕伊拉嘛觉得嘛伊么路点那嘎路，后伢点那嘎路比是下头瓜白大路。